本頻道以分享道基師傅獨到嘅見解，傳播傳統正宗及不為人知嘅玄學知識為宗旨。內容涵蓋四柱八字、紫微斗數、風水易卦、相學等多門術數。道基師傅會以坊間師傅及大眾所忽略嘅角度，包括現實世界中實行性嘅考慮，去審視並重新詮釋古今玄學。無論閣下是否擁有玄學知識，無論閣下正處於人生邊個階段，呢度唔單止能夠讓你識別江湖神棍與小人伎倆，更能夠讓你比別人企得更高，睇得更遠。喺家居裝飾擺設上，屏風主要用嚟劃分新嘅空間區域，亦可以作為遮蔽視線上嘅屏幕之用。如選擇適當嘅屏風，特別係敞大嘅家居，更能增添生活品味。風水術喺近20-30年嚟受到各方傳媒及江湖有心人士大力瘋傳鼓吹，好多各式各樣嘅風水物因此應運而生。撇下奇形怪狀嘅法科類物品，如符籙、神像、神獸、開光物品等不說，一啲喺古代嘅尋常物件都被提升為萬能嘅催運化煞風水物。屏風亦順利咁成為咗一位被提升嘅重要角色。喺一啲風水師同現今大眾嘅風水思維角度上，屏風係一件化煞物，認為屏風可以改變氣嘅流動及遮擋煞氣。佢哋相信屏風能夠改變氣場嘅流動方向，令氣不能直來直往。而有關氣嘅惡煞，最廣為人所認識嘅莫過於穿堂煞。穿堂煞就係門對門、門對窗或窗對窗，而又恰好喺兩者相對之間有一空間位，俗稱明堂。由於氣來回穿過明堂，所以謂之為穿堂。最常引用嘅例子係大門到廳中窗戶之前有大廳喺中間分隔，此格局被一般風水師形容為家居風水上嘅大忌，將此視之為散財惡煞。所以通常會建議設置屏風、高櫃或者魚缸嚟作為中間嘅屏障，希望藉此阻斷門與窗之間相互直衝嘅氣。呢一種做法令我諗起咗掩耳盜鈴嘅故事。原理認為風水學上談論嘅氣等於科學上可測量嘅空氣，咁風水師勘察風水時手上攞嘅便應係測風儀，而唔係量度方位嘅羅盤啊！有趣嘅係，大部分嘅風水師就係以呢種概念去判斷氣嘅吉凶，認為直衝嘅氣係凶，對流嘅風係凶。所以呢啲風水師喺屏風嘅選用上，會極其在乎屏風嘅高低寬窄與物料材質，因為佢哋以擋風為首要目的。更耐人尋味嘅係，佢哋以為遮擋咗自己嘅視線，等於阻擋咗氣嘅內外流動。道基現分享一點寡見留得，望能助各位撥開雲霧，亦希望藉此因緣，讓迷信之士分清楚乜嘢係芝麻，乜嘢係西瓜。氣係要有載體集束先至能夠成為巨大嘅能量，而伴隨不同嘅載體，便有不同嘅力量。無論喺風水上同氣功上所論述嘅氣，都係無所不在嘅。即使風水學上有謂界水則止，亦唔係全然無氣。換句話講，即使係實心嘅石屎牆，亦無法阻隔氣嘅穿透。至於屏風喺風水嘅實際應用上，最主要係作為引路之用。而有關引吉避凶嘅方法與效果，則反映咗風水師造謎嘅高低。樹在下不能盡透，始終上要留一啲本錢喺生活中行走。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多謝收睇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